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珠寶長知識嘅時間。大家有冇諗過，相同 size 嘅藍寶石，價錢可以相差幾倍，甚至10幾倍㗎？呢度有2粒藍寶石，你估下邊粒貴啲？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，好明顯係上面嗰粒啦。主要原因就係佢嘅顏色靚好多。但係點樣去衡量顏色靚唔靚呢？有4個主要因素可以參考啦。第一，顏色要夠純，藍寶石一定要正藍色，唔可以帶綠，亦唔可以帶紫，因為會影響藍寶石嘅價值。第二，顏色要夠濃郁，越濃嘅顏色價值就越高。俾個小貼士大家啦，我哋行內人唔會用好深色嚟形容顏色嘅濃郁，原因係涉及第3個因素，就係亮度啦。太深色透唔到光，睇唔到光澤；而太光呢，會淡到蒼白，冇色水㗎。第4點，要留意有冇窗，行內人呢俗稱 window。咩叫 window 呢？望落去好似一個透明嘅窗，冇顏色嘅，代表切割唔靚，價錢會大打折扣嘅。總括嚟講，靚嘅藍寶石要鮮豔、濃郁、顏色均勻，冇 window 先至係極品。大家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歡迎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亦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你有咩想學或者想知，話俾我哋聽啦。拜拜。